大家好，我哋係 In-House Design Studio。今日同大家介紹嘅單位係一個位於將軍澳嘅將軍澳中心5座嘅 F 單位。今次嘅設計案例係一個3房單位，實用面積為684尺。呢個案例更榮獲 HKPIDA 2024年度設計大獎。因為戶主比較注重生活嘅氛圍，比起儲物空間，戶主希望可以保留更多嘅空間感，所以設計師避免單位有太多全高櫃。設計上，利用空格櫃同層板保留單位原有空間感，同時亦都為戶主提供儲物同埋裝飾空間。設計師係客飯廳區域，為戶主用大地色係為設計嘅色調，係同一個色通底下用唔同嘅深淺色配搭出一個和諧而又溫馨嘅生活空間。而設計師喺溫馨嘅基礎下，再用雲石紋理配搭仿古銅嘅金屬裝飾，以輕奢風喺溫馨入面又帶出一啲奢華。利用一啲細節凸顯戶主高雅嘅品味，而又唔會太過浮誇。書房係單位最主要嘅收納空間，所以設計師用唔同尺寸嘅空格櫃，幫戶主設計咗一個充滿特色嘅收納櫃。喺唔影響儲物嘅情況下，將收納櫃化做書房最矚目嘅地方。鋼琴頂嘅位置亦都以層板代替吊櫃，最大程度保留空間感。至於女房，設計師沿用客廳嘅做法，用粉色牆身配搭偏紅嘅 cushion 點綴，為房間增添個性。衣櫃就用簡約嘅方式設計，同時將床頭櫃融入到衣櫃入邊，最大程度用盡空間，同時滿足唔同用途。主客廁因為男女戶主都有唔同嘅喜好，所以設計師為兩位戶主設計出2個截然不同嘅廁所。男戶主比較中意酷通設計，所以設計師以灰通為主，配搭斜拼接紋嘅瓷磚，打造出一個型格又充滿個性嘅廁所。而女戶主就偏好舒壓文青風，客廁以米白色瓷磚配搭木紋家私為主，附以蜂窩紋瓷磚，營造出一種平靜嘅氛圍，為空間帶嚟純淨感同寧靜感。最後我哋嚟到主人房，因為由走廊望向主人房就會見到衣櫃，所以設計師專登喺衣櫃增加一個空格櫃庫，以木條紙修飾，唔單止走廊位置多咗一個特色位，仲可以減低衣櫃對主人房造成嘅壓迫感。另外，睡房係戶主嘅主要休息空間，所以設計師設計主人房嘅時候，傾向以沉穩嘅方式去設計，家私以木紋做主要色調，附以金屬手抽同金屬玻璃門點綴房間，避免房間出現過多嘅要素，同時不失個性，營造出最大程度可以令戶主喺房內放鬆嘅環境。好啦，多謝大家收睇。如果大家中意我哋嘅設計，可以 like 埋我哋嘅 Facebook 同睇我哋嘅 Instagram。如果想睇更多嘅案例，可以 scan 左邊嘅 QR code 去我哋嘅網站。如果大家係設計裝修上需要我哋幫手嘅，可以用右邊嘅 QR code 留低你嘅資料，或者直接 WhatsApp 聯絡我哋，會有設計師覆返你。我哋下條片再見啦！